天鴿、山竹打到嚟呢度，業主出去行街，鞋底濕咗，鞋面唔怕濕，因為呢度永遠都唔怕水浸。嗱，你有病，你有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中山三鄉房產15年，滑哥探訪。今日呢，帶大家攞刀仔吉籮柚啊，開下眼先。應一個老友記粉絲嘅放盤啊，幫佢拍一套藍情灣畔異形大別野。咁睇下咩情況先吓，跟住滑哥嘅鏡頭一鏡到底，睇下咩情況先。經過呢個前花園，咁呢嗱仰拍一下啊，一到呢間別墅嘅方容啊，我攞刀知吓。咁呢從正門口入到嚟，呢間別墅毛坯啊，真係未化過妝啊！你想點搞就點搞。呢度推出去亦得，呢個大落地窗推出去又得，嫌呢個中空廳唔夠靚，打平佢做鋼槽，封咗佢亦得。啊，呢個百變戶型嘅。錢銀作怪啊！你抌幾多錢落去，佢就有幾毫啊！等於一個花旗少女咁俾你化妝，你點扮佢靚就點扮啊！佢就會以咩方式嚟回饋你啊！入到嚟住，日日心情啊都係 really good 啊！睇別墅呢，除咗睇下間屋，最緊要呢，仲要睇埋呢個後花園，後花園大概150個方，嗱，有天有地嘅感覺真係好。呢度種菜亦得，種樹亦得，種花亦得，養魚養狗養貓，假山魚池亦得。呢邊種一棵好似椰菜花嘅羅漢松亦得，嗰邊種一棵好似羅漢松嘅椰菜花亦得，任你玩啊，任你搞啊，呢度啊，想點整就點整啊！有錢人嘅快樂就係咁簡單。嗱，再入去睇下整體格局啊！嗱，一鏡到底啊，同滑哥睇房就係咁真實，我玩嘅就係真實。嗱，睇下樓下一個長者房，一個衛生間。呢個飯廳上到嚟啊！嗱，一鏡到底。滑哥呢睇房呢，就唔需要無人機嘅，都冇運鏡，亦都冇濾鏡，影到咩就拍咩嘢嚇。你睇下呢啲感覺。樓上一個露台，一個套間；呢邊一個露台，一個套間。嫌2樓冇廳嘅話，推出去做返個廳，嫌2樓房間唔夠，推出去做返個房啊！百搭戶型啊，隨心所欲。咁上到嚟三樓呢上嚟3樓呢，呢個有個無敵大露台啊！有錢佬嘅標配。嗱，衣帽間同書房、主人房標配之一啊！乾濕分離，足夠大嘅衛生間，擺低個浴缸，亦都係標配之一啊！咁大嘅一個主人房，有埋呢個生活陽台，做埋個星空頂，啊！你話真係好靚啊！嗱，出嚟呢個主人房嘅陽台，感受一下，每日朝早瞓醒，望下呢個景，藍天白雲，一覽眾山小。睇住自己嘅細路哥喺度玩，幾咁寫意，幾咁好料嚇！呢間屋真係非常好啊嚇！嗱，各位老記，房又睇完啦，有滑哥冇囉嗦，2分鐘時間講解下呢間房嘅賣點啊！三鄉別墅千萬，點解滑哥專登攞呢間藍情獨棟異形出嚟講呢？嗱，第一
地段同埋地理4個字啊，地段同埋地理啊。地段呢，5分鐘生活圈，順昌大潤發、名座酒店、泉眼溫泉、三鄉醫院、書包，你諗得到嘅呢5分鐘之內一應俱全啊。第二，地理啊，天鴿山竹打到嚟呢度，業主出去行街，鞋底濕咗，鞋面唔怕濕，因為呢度永遠都唔怕水浸嗱。呢個塞錢落你袋啊嗱。第三呢，無非都係個價錢啫嗱。可以同你講，呢個業主賣心好強，因為佢當年買落嚟到依家佢唔裝修，一直拋喺度，佢諗住攞嚟度假嘅，但係而家因為要出國要處理，賣心好強啊！畫起身，以後考試可能要考嘅。呢間屋佔地380個平方，建築218平方，400零萬，仲有價傾嗱。賣咗呢間，晚黑攞電筒出去照啊，你都揾唔到第二間啊！各位老友記，睇完呢間屋啊，如果都覺得未夠喉，覺得呢間屋不盡人意，我仲想買大啲、買貴啲，講俾華哥聽。如果覺得呢間屋超出你心理預期，覺得價錢有得高，想買少一啲嘅，連排1/4都可以講俾華哥聽。華哥喺呢個區呢都好多資源 ，A、B、C、E 獨棟別墅，連排 D 型、H 型1/4都有貨源嚇。點解攞呢套嚟發出嚟俾大家睇呢？作為一個參考，真係好高性價比。仲有臨尾都睇到呢度啦。你買別墅可能你好有錢，但係你未必識得避坑。揾華哥買別墅絕對幫你避到坑。2個字啊，避坑啊，圈起身啊，冇交咁多智商稅啊！關注一下啦，揾邊個都係買，關注點一點啊！重複一次啊，多謝大家。